Hello，大家好，又係我廚娘啦，好歡迎你哋嚟到我個煮食頻道啊！如果大家都中意食手撕雞，你一定唔能夠錯過我今日嘅教學影片啦。今日廚娘會同大家示範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整手撕雞。只需要開啟電飯煲上面嘅煮飯模式，完全唔需要睇火，輕輕鬆鬆就能夠喺屋企整到嫩肉多汁、有五指毛桃香嘅手撕雞㗎啦。用呢種方法整出嚟嘅手撕雞，味道層次更加豐富，而又唔會蓋過雞嘅鮮味。大家試完一定唔會後悔㗎，保證你嘅屋企人一定會食到讚口不絕。係咪好想知道點整呢？想知點整，千祈唔好行開啦！喺開始之前，大家記得先訂閱我個頻道啊，同埋記得撳埋個小叮當喎，咁你就唔會錯過我每次出嘅新片啦。大家首先睇睇今日所需要嘅材料啊，我哋整五指毛桃鹽焗手撕雞需要嘅材料就係咁簡單，記得要準備埋一個電飯煲喎。調味方面更加簡單，只需要用到一包鹽焗雞粉，因為裏面已經有齊我哋需要嘅鹽味同埋調味料。同一時間，我亦都準備咗一份英文版嘅食譜，有需要嘅朋友可以睇呢度啊。我哋今日嘅主角係一隻雞，如果大家唔用原隻雞呢，亦都可以買一啲比較大隻嘅冰鮮雞髀。冰鮮雞有分好多款，我就比較中意用龍江雞啦，因為價錢唔太貴，食落去亦都有雞味。呢隻咁大嘅雞大概都係90零蚊啫。畫面見到㗎啦，我哋首先要將隻雞徹底清洗乾淨，如果仲有雞毛嘅話，記得將佢掹走。仲有唔好唔記得雞嘅內籠都要徹底清洗乾淨，再將唔要嘅部分剪走，包括頸以上嘅部分，同埋雞嘅腳甲。將雞徹底清洗乾淨之後，就準備一啲滾水。而家將滾水潑上雞皮上面，呢一個過程可以將啲雞皮收緊。雞皮收緊嘅用處，除咗可以令到雞汁鎖緊之外，亦都可以令到一陣間焗雞嘅時候，啲雞皮冇咁容易爆開，賣相就更加靚。雞就處理好啦，而家準備醃雞，可以準備大概3至4片薑片。今日要用嘅呢係30克嘅鹽焗雞粉，喺雞嘅內外塗上鹽焗雞粉，再幫隻雞按摩一下，等味道更加平均同埋入味。其實用任何牌子嘅鹽焗雞粉都 OK 㗎，大概4至5蚊一包，喺超級市場啊，又或者雜貨鋪可以買得到。咁呢，大概每一隻雞用1包就夠㗎啦，我就唔中意整得太鹹。一般嚟講，鹽焗雞粉裏面有嘅呢，除咗係鹽之外，亦都有其他調味料，包括係沙薑粉、白胡椒啊等等，所以用佢嚟整手撕雞非常之方便㗎。跟住就可以將3至4片薑塞入雞裏邊，等佢辟一辟啲腥味，順便擺紮蔥添啊！係喎，爭啲唔記得，除非你中意食雞劈劈啦，如果唔係都記得將佢剪走啊。最後將雞腳攝返入雞肚，跟住就可以準備一個保鮮袋，將隻雞裝起。喺呢個時候我哋要醃雞，如果想入味一啲呢，最好將佢醃過夜，就算唔醃過夜都最低限度要將佢醃1個鐘。我通常就早一晚整定，去到第2日晚餐之前就將佢喺雪櫃攞出嚟，然後擺電飯煲裏邊整熟。第2日就有鹽焗手撕雞加餸啦。至於五指毛桃嘅處理方法就係咁嘅，我哋準備一紮五指毛桃啦，要將佢用水徹底清洗乾淨，因為上面都好多灰塵同埋泥土。洗乾淨之後就用水將佢浸1小時。如果你唔將佢浸1小時先拎嚟用呢，一陣間焗雞嘅時候就出唔到味㗎啦，就變咗嘥咗啲五指毛桃。咁所以大家一定要預先將佢浸一浸。話咁快啲五指毛桃就浸好啦，咁我哋將佢攞返出嚟先。咁呢雞亦都醃好咯，我哋亦都將佢攞出嚟。一打開個袋已經聞到好香嘅沙薑味。因為
為我哋要將五指毛肚塞返入雞嘅內籠。而家先將雞腳攞出嚟。咁咧，五指毛肚太大隻，我哋冇可能將全部塞晒入雞嘅內籠裏邊嘅。咁而家我搣咗一半出嚟啦，將佢塞入雞肚裏邊。一陣間我哋用電飯煲焗雞嘅時候呢，啲五指毛肚香味就可以快速咁樣滲入啲雞肉裏邊啦。跟住我哋將雞腳塞返入雞裏邊。就係咁簡單啫。而家我哋可以準備電飯煲啦，我哋準備焗雞啊。喺電飯煲底擺條蔥墊底，再放上剩低嘅五指毛肚，然後將準備好嘅雞成隻擺喺電飯煲裏邊。嗱，隻雞一定要擺得晒入個電飯煲裏邊啊，如果唔係冚唔到個蓋就大鑊啦。而家呢，就可以吸翻個電飯煲蓋，開返普通煮飯模式。一般電飯煲嘅煮飯模式大概係30至35分鐘嘅。如果你哋買嘅雞比較細隻，大概係700至800克嗰啲雞呢，基本上撳一次煮飯模式就已經熟透噶啦。今日我用嘅呢隻雞都有1100克，咁所以呢，要撳一次煮飯模式，然後唔好喐隻雞，唔好打開住。我哋留隻雞喺電飯煲裏邊焗多15分鐘先打開，咁就啱啱好啦。就係你哋喺畫面見到嘅肉質，望落去啱啱熟透。一撕開隻雞呢，就會見到啲肉汁擠晒出嚟，啲雞肉係超級勁嫩滑噶。其實喺焗嘅過程已經聞到超級勁香，除咗有鹽焗雞味之外，亦都聞到好香嘅椰味。就係嚟自五指毛肚嘅香味。我講真㗎，大家如果整鹽焗手撕雞呢，唔好就咁用鹽焗雞粉，一定要加埋五指毛肚，佢個汁先係一流啊！一滴都唔好嘥，我哋倒翻上隻雞上面。電飯煲底亦都有雞嘅精華喎，梗係要撈埋落手撕雞度啦，用埋佢嚟撈飯啊撈麵真係超正㗎。今次廚娘同大家分享五指毛肚鹽焗手撕雞嘅做法。咁啊，橫掂講開五指毛肚，唔知大家又知唔知五指毛肚嘅功效呢？唔講你唔知啊，其實佢有健脾補肺、行氣利濕，亦都有助於改善脾胃虛弱啊、肺虛咳嗽等症狀。所以用五指毛肚嚟煲湯，除咗好飲之外，亦都非常之有益。遲啲有時間，廚娘再同大家分享五指毛肚嘅湯水啦。唔知大家又有冇興趣呢？大家可以喺留言區度話我知啊。今次嘅分享就到呢度啦。如果你中意我個 video，記得俾個 like 我，同埋記得 share 個食譜俾你嘅朋友喎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